各位觀眾，大家好，今日想同大家一齊講講剛剛結束嘅香港國際七人欖球賽。呢個賽事昨日正式結束，賽會公佈，由上星期五到昨日，一共3日賽事，總入場人次達到113395人，同去年差不多。世界系列賽方面，男子組由南非隊打敗衛冕嘅阿根廷隊，首次奪得冠軍。女子組就係紐西蘭隊，再次打敗澳洲隊，連續第4年封后。香港男子隊喺銀劍賽決賽以19-15擊敗日本隊，成功實現3連冠。行政長官李家超、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同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都出席咗閉幕禮。港隊陣中唯一華人球員房傑峰賽後接受訪問時話，上星期六因為失誤太多輸咗波，但昨日佢哋喺不同方面都更加落力，最後迫使日本隊犯錯。佢仲希望透過今次七人欖球賽可以吸引更多華人加入欖球運動。七人欖球賽其中一個傳統就係球迷會扮鬼扮馬，今年有球迷扮孖寶兄弟、扮水果、扮飲料，仲有好多着住 I Love HK T 恤嘅球迷喺看台大合唱，氣氛好嗨。賽事期間，附近嘅九龍城食肆同酒吧都受惠，有餐廳話生意比去年增加大約2成。酒吧方面，頭2晚生意增加2至3成，估計每日為酒吧業界帶來500萬至600萬元額外收入。有酒吧從業員希望政府同體育園合作，推出賽後優惠，幫手推動夜經濟。呢單新聞最有趣嘅地方，其實唔只係比賽本身，而係佢點樣帶動咗周邊經濟。一個大型賽事可以令球迷食飯、飲酒、搭車、買紀念品，錢就喺唔同人之間流轉。球迷花錢，餐廳同酒吧賺到錢，員工有收入，員工又有錢去其他地方消費。呢個就係經濟最基本嘅流動方式。簡單嚟講，經濟就好似一條河，有人上游生產，有人中游服務，有人下游消費，水錢不停流動，大家先至有得益。如果河道某處塞住，流動變慢，大家生活都會受影響。今次七欖就係一個好例子，賽事吸引咗10幾萬人，帶動咗飲食同酒吧生意，最後錢又流返去社會入面。你覺得呢類大型活動對香港經濟幫助大唔大？你最喜歡去邊區食飯或者消費呢？歡迎大家喺下面留言，一齊討論。如果喜歡我嘅分享，記得訂閱、讚好，多謝你嘅聆聽。